屏东的房山有一个青年果农自创品牌，用有机的牛奶肥种出着甜个大粒的爱文山药，这甜度是高达15度，一斤就要300块，比市面上一般的爱文贵3倍到5倍，但是也是真抢市，主要是外销日本，敢若海外订单一季都1000外币，这个业绩破100万。 穿 T 恤甲外裤，31岁果农罗永生，伊伫屏东房山的果园内咧照顾伊的爱文山药。一粒一粒外皮啊红红水水爱文是真大粒，佮真圆，也要切开就闻到伊的果香味。主要是销日本的山药，嘛比如是这 LV 名牌顶级的非常甜。 有15度，就亲像咧啉全糖奶茶共款甜，甲市面上爱文来做比较。除了外观把甜以外，嘛较大粒，佮真香，果肉真幼，甜度真悬。伫介绍方面呢，一斤是300块，平均一粒大约360，比一般爱文贵3倍到5倍。的栽培模式会比较成本比较高一点，那我们会使用牛奶有机肥，那一些安全用药部分也会采取日本的规格。 伊自创品牌伫网络销售，也佮成功外销日本、海外订单，一季度1000外币，业绩是破100万，互台湾的水果红到国外去。